Simadis bumati hanada mabana hul hawa hanada.台灣位於東亞島嶼正中央，係個現代化的民主國家。呢座面積約及荷蘭相當的小島，在歷史上以 Formosa 為人所知。除咗深厚啲人民之美與豐富的觀光資源，台灣也是目前世界上電子製造業嘅龍頭。但係你知道嗎？台灣仲係個健康與醫療之島。台灣擁有健全嘅醫療制度，包含完整嘅醫療教育、公開嘅醫療資訊以及病人與醫生間良好嘅互動。亞洲最好嘅醫療品質，諾貝爾經濟學家 Krugman 曾經公開稱讚台灣嘅健康保險制度係全球最好嘅。2006年，台灣醫策會通過了 ISCRO 認證，為亞洲第一個通過此評鑑制度嘅國家。係美國、加拿大之後，台灣係亞洲第一個，亦都係全球第4個實施醫院評鑑制度嘅國家。醫療品質深受國際肯定。每年健康檢查人數世界第一，台灣人重視健康的觀念已經與歐美同步，醫療技術不斷進步。英國經濟學人期刊以2000年公布的世界健康排行榜，台灣別離為全球嘅第2名，高於美國、日本。台灣的健康檢查除了專業，更整有經濟化的服務，不僅重視客戶隱私，也提供個人化的體適能檢測，幫助隨時調整身心步伐，做到預防勝於治療。台灣擁有先進嘅 PET 靜止電腦斷層檢查，經由電腦運算組合成全身性嘅造影，偵測代謝特別旺盛的癌症細胞，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活體肝臟移植存活率世界第一。1997年，台灣完成全球首例冇輸血活體肝臟移植，讓台灣在全球肝臟移植領域中位居領導地位。台灣活體肝臟移植者5年以上存活率高達93.5%，大幅領先美國、日本，醫療技術領先全球。人工生殖技術與歐美同步。台灣的人工生殖技術與歐美同步，平均懷孕率高達36.2%。而在高階的人工生殖醫療方面，台灣更具有國際級的單一精蟲顯微注射、輔助孵化、胚胎囊植入等高水平醫療技術，使無法自然受孕或重度男性不孕症患者受孕機率大幅提升，因此成為高齡、重複手術失敗或無法自然受孕者嘅最佳福音。台灣心導管血管支架手術成功率達99%。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評估報告顯示，心血管疾病及癌症仍是當前導致人類死亡的主要原因。台灣在治療冠狀動脈心導管支架放置術成功率高達99%，併發症少於1%。在癌症治療方面，台灣擁有高階的伽馬刀儀器，可利用先進的電腦定位，將伽馬線聚焦於腫瘤患處，無需開刀，術後恢復期短，針對腦部腫瘤病變做出精確治療。台灣整形美容技術領先全球。台灣的整形技術馳名國際。台灣擁有全球最大的整形外科開刀房，包括兔唇與小兒症等先天面部畸形，都能在領先全球的整形技術裏得到完善的治療。而台灣嘅美容醫學中心擁有舒適隱秘嘅 VIP 空間，結合高科技配班除皺鐳射光療儀器、中醫藥養生、SPA 按摩、抗老美容以及減重瘦身等，一次提供你全方位優質的醫學美容療程。除咗安全便利、高品質的醫療服務，更令人驚奇嘅係，台灣嘅醫療費用遠比歐美國家實惠。
台灣擁有獲得世界肯定嘅頂級顱環整形手術，醫療美容嘅手術費只有歐美嘅1/5。心臟支架手術及人工關節亦僅為美國嘅1/6。其他處白內障微創手術、眼部鐳射近視手術都係技術優異、價格實惠的醫療服務。台灣目前的過去幾十年下來，政府的努力，還有要求各醫療院所的品質的提升，是把台灣的醫療技術整個都拉高起來。它的醫療的水準在國際上事實上是超乎一般的，甚至於跟先進國家是不遜色。那麼台灣有一個優勢，因為台灣的過去的保險讓我們的經費控制在民眾可以接受的情形下，所以以台灣的高水準的這種醫療技術，這個是我們對國外的，我們對整個要推動這個國際醫療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優勢的地方。我會期待說，台灣將來是在國際醫療上會做得比其他的國家來的出色。My name is Kuni Potgieter. I come from South Africa and I'm 26 years old. I came to Taiwan to travel to see new people. Corian 他是在7月23號那天是星期五凌晨大概3點多被送到我們交病房來。那當時 Corian 蠻躁動的另外一個就是他的意識不是很清楚因為他受傷得蠻厲害的。My friends told me I was in a big accident and I can't remember anything about that. But like my friends told me and my family and everyone, they said they treated me very well, like I was one of their own children, you know, and they helped me a lot. 在那個時候，他爸爸透過 mail 來跟我詢問說，現在 Corian 的狀況是怎麼樣？那我會根據他的狀況，然後能夠馬上給他回的，就是在當下就給他回過去了。So they were shocked and they were surprised that actually some doctors can speak a bit, you know, English and could translate and could tell them what precisely is happening to me. Corian 他在做復健的期間我們的 staff 都跟他感情非常好，因為 Corian 他是非常一個 nice 的年輕人他也跟大家相處不錯，很親切。那我們的 staff 幾乎是陪着他來做復健，所以他在做復健很多患者做復健是哀哀叫 ，Corian 都不敢叫。因為很多的我們的護士小姐以前他的 ICU 裡面的一些朋友大家都陪着他來做，所以他說他在做復健的時候是非常快樂、非常有信心的。I made a couple of new friends here, nurses, and they looked after me, you know, in ICU, and now we are friends, and doctors as well. I can actually call them friends now because we're so close to each other now, and they helped a lot. I'm really happy that it happened here in Taiwan. Not happy for the accident, but in South Africa it would have been a lot more expensive. How I feel about Taiwan, I think it's a great place. That's weird. I didn't know about Taiwan before I came from South Africa, but it's a really nice place. And I traveled, you know, through the whole Taiwan, and I saw beautiful places, beautiful people, and it's a very good place. I think I'll definitely come back. 嚟一次台灣，你會發覺原來醫療可以係如此愉快嘅體驗。在健康檢查或係簡單嘅小手術之後，你亦都可以趁住呢段時間探訪台灣之美。治安良好嘅台灣係最適合旅行嘅亞洲國家之一。便利嘅交通、友善嘅人民，讓你在旅行時冇後顧之憂。可能係放鬆身心嘅溫泉、SPA 之類，或係在大自然嘅懷抱裏沉澱心靈。當然唔好忘記亦都有留個機會，讓享譽國際嘅台灣美食溫暖你嘅胃。希望呢趟美好嘅台灣之旅，讓你嘅身心靈同樣健康，滿載而歸。